破风啦。哎呦，有影插人阿无代志会衰就对。何必就牵拖喺遐去？敢无影哟？迄英俊甲阮有诶代志哦，是阿哈哈讲诶。即摆翻倒转来，搁讲咱咧是话。煞唔知影讲迄是阿哈伫甲英俊来顾民主，啊，等伊就吞论第一名诶。因你口头诶代志吼，莫插较袂衰啦。敢会使无插诶？阮使过身前啊有甲我交代啦。我这个做大兄诶，袂使无照顾这个小妹啦。哼，伊命底注定就是安尼啦，你敢有法度甲伊背离吼？食饭未？我来煮面来食。唔免啦，我食饱，哪有3更半暝去食？你去倒那3更半暝才转？我的家庭还蛮有，伫咧厝无地位啊，唔才会规气去外口老实看伊。佚佗我3更半暝才转来，佮讲伫咧厝无地位。囡仔顾我遐要胖起来，啊，佮休人咧搞我冤家，互你讲就好啦。我伫即个厝会敢有地位心？囡仔无顾好是我毋对啦，不过你敢有替我想看卖咧？我无后头，囡仔佮遮尔细汉，我无靠翁，是要靠啥？你甲阮如安尼偷来暗去，骗我遮尔侪年，想落我就硬心啦。我若想到这哦，我就烦恼我后摆的日子到底是要安怎过？放假无我惊咧，无要无紧，这个家庭你想要搁伫后袂？无啊，你若安尼问下，我是一家之主呢。啊，这个家庭要啊，毋过爱互你问口经哦。你若想爱这个家庭，你就甲阮有长互你，莫搁甲伊高甜。哎呦，你这个查某啊，管人管到这种型的啦，哈？当初吼，你是安怎怪阮英出来，再来带你这个乞食婆啦，害阮财产破产，毋知甲你踮遮伫咧受苦。卡桑，免叫啦，这句卡桑早应该就我婉如叫，毋是你伫咧叫啦，无人伊钱仔头嘛比你较济。英出来，婉如若要嫁你做细姨，你母后才甲你配后啦。卡桑，你讲无人通我过，好啦，我来叫伊三个囡仔起来甲你友好啦。幼稚啊，幼爱啊，幼贤啊，你起来，起来甲你老母友好啦，哈！你老母讲无人通我靠啦，大人代志莫有囡仔知影好无？莫互知，你就较掂嘞。无人通我靠，你煞要叫你老爸起来甲你斗保庇哦？亲家啊，你嘛有看到，我是教遐囡仔讲大友好恁查某囝，是恁查某囝家己袂晓收。看阮两母囝我无望地，亲家啊，你着斗保庇哦，保庇恁查某囝煮食煮来好行啦。卡桑，拜托你莫阁讲啊，好无？你若肯定嘞吼，我袂讲你啦，我无你好马想的，今仔日管你的代志啊。3更半暝，起来娶嫁人家，若娶着歹某，是死人艰苦啦。为了这个家，为了这一家大事，我无在了讲啥物。这家庭哦，要搁还是我的，随在你。大林，你要出去哈？啊，无先赶快插起来，啊，毋是等你等下食饭哈。找无回甘心，我就会记你有一支花柑嘛。人实在足矛盾的。买一束花，煞毋知要插在倒位，摕咧手的，就嫌麻烦。
放就放袂落去。袂啦，文生啊，紧掉啦！你这是啥物意思？咱离婚。我为想要搁再和你生？你敢无真正甲丁泉斗阵袂使哦？无甲英顺斗阵，我嘛是共款无想要和你生活落去。这几年你对我的感情过，我也已经惯习。是你家己跳破这个，予我有这理由，有这勇气，面对着咱失败婚姻，去面对着这人对我起笑眼光。我即马较了解，只要我若无这顾虑，我就会当过着真自由的日子。你敢对我一点感情都拢无？真实嘞，我知你对我袂歹，啊，不过你予我的顾虑甲不安，胜过你予我的一切，所以我无想要搁再和你生活落去。无可能，我无可能帮你离婚我的身躯边，我无可能甲你离婚啊！文生啊，你冷静想看觅，咱的婚姻自头到即马行的是甚物款路？搁再行落去，敢有幸福一天成？等你想清楚，我相信你也甲我同款，想要赶紧离婚。喂，地水叫讲，麻你甲我接一下美国。杨主任，你想要打创啥？我唯一斗过煞袂用的。你莫甲我讲笑话，我你讲，你甲阮女斗阵，用伊的钱，哈，这一切我拢有证据呢。我跟你讲，你若过来找伊，因别绝对告你。我无啦，我是惊讲婉如吼，伊跳海自杀，人唔知有安怎无。我来探看卖。你即摆来谈，敢会收办？你是来救人，还是来念香的啊？我实在是想过，婉如哪会介意这款查甫人呢？爱嫁佫惊死，你别看伊足配合的啦。婉如，伊人安怎无？啊，袂信嘛变安怎样？无啦，爱人也好好安尼上加在的。杨出来，算我较衰啦，娶着婉如一款某，煞来互你糟蹋无讨的。搭过去的代志拢准拄煞，我即摆放你走，你唔通搁倒来找婉如搁甜，那咧咱大家拢无代志。啊若无咧，唔是干那你尔，恁兜大细汉囡仔，恁爸一个一个互你无命啦！袂啦袂啦，后盖我袂甲婉如小吹啊啦。一枝草有一点露，一枝草有一点露。幼稚，妈妈来阿姑遐一撮，啊有情以外爱顾好，唔通我白走哦，吼。好，医生啊，医生啊。婉如，幼稚，去房间歇好无？
想要甲我讲啥事？英俊该用偌济钱，我会想办法坑害你啦。你想我敢会欠面钱心？若是讲叫我用钱叫你掂掂，迄我较有人相信。啊，若是你要用钱叫我听你的，迄是会笑死人。我知影钱毋是解决问题的办法，不过我是要尽力做家后的责任，替英俊啊还一寡孝。有一寡孝你是无法度还。婉如，你甲文生的生活了安怎？我无想要问。啊，不过以你的条件，你要交什么男朋友，你都有才调去找啊。我拜托你，拜托你对英俊放手好无？我放手，我有钱有势，有真好日子通过。我若放手，你想英俊伊敢毋收卡心？会啦，伊真无胆，但是到母到遮来，一定毋敢过去找你。伊买就买，我会着甲他恨掉，啊无伊甲我婉如当作是甚物货？你会勉强英俊，伊甲你嘛袂有感情。我欢喜甘愿啊！若顺我的意，这就是感情。你就是讲感情就参像你安尼，生一堆囡仔，出去共煮食，逐工莫油烟，逐暝当作日安尼咧拖，这才感情心。你有你的福气，我有我的命啦。只要我感觉幸福，我安怎做安怎拖磨拢袂要紧啊。啊，毋过，若是有人要抢我的红伞，啊是要破坏我的家庭，就算我牺牲我的性命，我都毋惊啦。那安尼，就死你毋通死我啊！啊哈，啊无彩你也毋英俊，翁仔某遮尔侪年，英俊软食到什么款的程度，你都无了解。你保护你的家庭，牺牲你的性命，你做到死，都毋值得我用钱，用我的人，甲咬一个。你若毋相信，咱再来试看卖。你是要人教是心？咱提拍啦！啊是对啊毋对啦？阮如果转来找英俊啊？是啊，阮有甲英俊斗阵6、7年啊，因中间一定有真侪问题，毋是一时一刻当解决的啦。我家心肝内嘛有暗算，想讲要互因一段时间，看法去解决。啊，你安尼度量敢袂伤快？啊哈，你有迄种度量吼，阮才无像你遐尔好的个性。啊，阮翁仔某是好心小姐去看恁大人囡仔有好势好势无，煞你当作歹人甲阮拔出来。我记太拽，是也足歹势啦。啊，毋过迄个时阵，有钱三兄妹拢伫啊，我总免互囡仔讲看到伊个家老爸伫外口有查某伫斗阵啊。我心肝搁较委屈，我嘛着忍耐。啊，若无后摆是要安怎讲做老爸啦？是啊，我嘛是安尼甲讲啊，讲你是咧顾英俊来面子啊。啊，遐个囡仔敢拢毋知？有钱知影啦，伊拄仔搁摕石头牵婉如咧。赞啦！若即种的叫小好，会栽培的。我嘛甲学咯。我烦恼就是烦恼安尼啊，大人的代志影响到囡仔遮来，囡仔后摆若是大汉，对家庭、婚姻还是生活，安尼有样看样，好的毋学，歹的煞拢学起来。到迄个时阵哦，日子就艰苦过。安尼讲嘛是有影啦，啊你要顾啦，要顾我吼，凄凄惨惨哦，就是你一个人啦。啊，即马咧，你有啥物暗算？看英俊的心肝会转来这个家庭无？若是会转来，这个家庭就有希望。啊，若是无，我嘛看破。一枝草有一点露，一枝草有啊一点露。
恁家大细汉囡仔，恁爸一个一个互你无命啦！幼儿，幼儿，乖吼，幼儿乖，啊，爸伫个吼，免惊吼，是安怎吼？啊，天叫你寒眠啦，寒眠哦，啊，大家过来，咱已经困啦。安嘛好哦，来，幼儿来，啊，慢慢笑，慢慢笑吼，不惊，慢慢笑，哈，来，慢慢笑，慢慢笑。啊，乖哈。啊哈！我看吼，幼儿迄个惊着啦，你明仔载带用收惊收的较有影哦。我伫巷仔找无伊的时阵，是惊我毋知要安怎才好呢。好佳哉天公伯也斗保庇，互我找到友爱。啊，若无踩2步骹吼，不一定阮母仔囝永远都无啊。是讲，即摆囡仔找转来啊，煞毋知咱翁仔某的缘分是毋是会当继续落去？英俊，囡仔我带出去办桌，广告较袂着，无咱来开一间店好无？开店？这2年我有欠一寡钱啦，啊，落咱找一间店面，我做总铺，啊，搁请一个走道的，啊，你换笑面，厝内费用再互你发落，安尼好无？好啊，那毋好。来我车顶，来啊！你会来甲念兴无？一排个调话莫讲啦，会啊，袂嘛。阮有啊，你甲我当作佚佗物啊，算我着兴条心。阮有啊，你莫安尼讲，你无了可怜我者。可怜，你食我的，用我的，穿我的，伫正人面头前，你甲我帮你理，是你可怜还是我可怜？我甲阿结婚7、8年，佮较哪讲伊嘛替我生3个囝，啊我哪有迄个面讲，伫我某囝面头前讲我甲你安怎想？那安尼，斗阵爱有身份，才会规矩咯。你是要创啥？我要甲文生离婚。离婚？一支